有行人可参考手机程式 APP 万年历哦，搜寻万年历，下载安装开启，可以看到有阴历的日期，有神明、仙火、圣诞日期，要做记号，不能行晃，不能邪淫，不能放纵肉欲的，要保命保健康重要啊，要得罪天地神明，或者是一大早就放纵欲望的会大伤血脉啊，会造成内脏功能会受损啊。走路不能走远啊，爬楼梯会喘啊，不能搬重物啊，不能工作久了，要怕冷要怕热的，皮肤毛病啊，很多毛病，或者是肠胃毛病，所以要保命保健康。